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歡迎大家到嚟收聽新嘅話題。這個禮拜，即係話題上面咧，這個禮拜我介紹我特別嘅片是特別嘅片是當啲節條物件阿三垃圾歡迎，แล้วก็豆哥，豆哥กับ阿三垃圾嘅background 相似嘅喎，相款嘅喎。哎呀，sorry，講句話未記開你麥。我講我都是 suka 伊嘅 background，แล้ว我去換我嘅 background 哦，แล้วก็特別看電話後頂阿龍歡迎 ，Hello，後頂阿龍你冇不得要啊，當然，我食飽啦。就把你 before 落去就食啊。我冇怎麼啉只我milk tea 了，我係你哦，你爸爸食個了貴啊，我就飽呀。上來啦，上來。未上來，我渣渣阿未落驗證，我成啲個口俾。哦，你怕爆成啊？ครับแล้วก็咁先啦，叫幾把這樣。幾把啊？幾把？un cheese，就是。แล้วก็我哋都歡迎。Hello，大家好。我哋都真係冇人講啊，係啊。我唔知我開嘅時咧，直講係咪喂下咩？就 bandwidth 唔夠。哦，幾百。แล้วก็ Clubhouse 嘅朋友，大家 Clubhouse 嘅朋友歡迎。Clubhouse 嘅朋友別到半減啲嘅南晒啦。Hello，唔是半減啲啦，茶米粉，茶米粉做嘢，佢煮咩？煮小米。哦，當然是啦，咪即出新嘅咯，是啦，咪即出 creamy ต้มยำ嘅媽咪啊，是啦，咪即。rendang 我都冇食到。哎呀，rendang 買冇。啊？你對馬來西亞買冇咩？冇rendang就坎口買。哦，我買貴，我買到一刀呢。你見差別我除掉我買好咯，我除掉我買好咯。Super，唔知咩叫 Super Aeon 係什麼 Aeon Big 係什麼唔知。假冇啦，炸節會冇冇啦。แล้วตอนก็ชุดซีเนียลคัพนูเดิลเดี๋ยวจะมีต้มยำ係咪ต้มยำ creamy ต้มยำ係咪ละหมาดอยู่ต้มยำ啊，未記啊。講嘅時候我是朋友，是啦嘛，即係朋友顯，可能就係講到啲 story 看到呢。有歌嘅，你講有高盤啊？哇！有歌盤呢？冇高盤，即係講派除。我頂次是除冇，我食了個，我俾一包食了嘅。แล้ว話嗰度都係因為我除冇嘛，嗰度都係嗰隻除嗰埋冇。冇啦。哎呀，冇了，俾凍飲去索啦。誒，我唔是俾你講起你。哦，唔是師奶啦。媽咪是有凍飲嘅，媽咪不有凍飲嘅嘛，接落嚟。師奶我不覺得，不你凍飲嘅是林暖食嘅，你知伊嘅即是甘食嘅嘛？伊嘅OK，咱講就食都好。我食係本是喎，本是白門仔食嘅喎，頭先我食係。嚇？甘食嘅喎，伊嘅 chicken rendang 嘅。唔是凍飲，我食係是嚟門仔食。哦，伊是奶邊咯，伊是凍飲，凍飲啦嘛，凍飲 creamy 凍飲。凍飲呢？冇 creamy 啦，即係凍飲特別是薄薄食嘅。食菜食吧。OK，就是咧，或者即禮拜我講食菜食吧，我講。咱真有 vegetarian 哦，有大抵有啊 ，vegetarian 也是 vegan 嘅呢。然後教人食肉啊，人講 vegan 個 vegetarian 係咪唔相啊？Good question。我就係啦，特別每本啊，掉啲成日龍講喺掉啲大講嘛。咩意思啊？我呢邊冇相咩 ？vegetarian 同 vegan 冇相嘅咩？冇相。冇相，我試啊，邊有冇相啊？搞錯，自己搞錯完掉咯，即係阿龍。我知影，即係我未有啊。嚟咧，學豆嘅講，學豆嘅講，豆嘅是菜嚟嘛？豆嘅有 vegan 到呢豆嘅。豆嘅是 vegan 嚟。哈，啊好笑。啊咩搞笑？我唔知豆嘅是 vegan 哦。豆嘅是 vegan 啊。豆嘅是 vegetarian， 本是 vegan。豆嘅冇解嘢。嗱，每學豆嘅 explain 看 vegan 跟 vegetarian 係咪冇相嚟講？我知影啦嚇，係得一個啦嚇，食會使食幾兩，嗰隻袂使食幾兩。到時你是會使食幾兩咧？
到底是袂使食龜卵咩 vegan vegan 袂使食龜卵 ，vegetarian 會使食龜卵。對，都搞。你按怎嘅龜卵會使食咧？有你 vegetarian 龍冇食個雞卵。龜雞卵袂講了個，但係種嘅雞卵會食，但係種雞卵袂食本有半呢。哦，冇 ，vegetarian 是會使食嘅。會食，特別伊嘅卵，我人麥吉嘅卵有哪種啦？有哪種啊？我知，特別伊是 vegetarian 是會使食個了嘅，伊唔是會使食。有嘅卵會補掉雞精出來，有嘅卵補唔掉雞精出來。伊是愛 dose 的，伊愛 dose 嘅龜拍精嘅卵，樣解食 virgin 嘅。啊，是咩？啊對，伊嘅雞母是 virgin 嘅對，就是講伊嘅卵是無拍精過啦。因講有時伊卵生咧，伊剛剛去走去拍精嘅時間嘅。無，伊無兩伊嘅卵無生，點生就拍精了嘅。OK，你有拍精啊？夠啊！有拍精嘅卵夠有雞精嘅，你有無拍精嘅卵？卵是有咧無拍精嘅，無拍精嘅卵有卵嘅。會生卵嘅，因為卵唔是見到嚟嘛，會生卵嘅。伊雞缸唔知是見到嚟拍精，是拍啲卵嚟咗。我冇明白，特別都冇啊！哎呦，來，我講，哎呦，我一超條講喎，唔使講，我本時啊，因為雞嗬有咧是會補掉雞卵雞精出來，這種我應該是vegetarian是袂使食這種啦。你白嚕嚕買個食嘅咧，迄種卵個了嗬，普通卵啦。加了是無補袂到雞精，放雞去飼了本袂補到出來嘅，因為這種嘅卵啊，這種嘅卵伊人是無拍到精，因為嗬卵是蝦米咯？卵 actually 是雞嗬，迄個月咧是雞是我人嘅 period 咁雞就是雞卵就是上個往所靠人嘅，代表往人唔是生，上個往人是有卵本嘅嘛，查某，達到嗰個排卵嘛，咁冇排卵了後了無，如果無掉掉囡仔嘛，了即個卵咧，伊就慢慢變血出來咯，就變皮粒出來咯。特別雞咧，伊出來伊嘅皮粒是卵來，伊嘅皮粒唔是血。誒皮粒當然我本是未講嘅呢。我知啦，藍色啦，迄個雞母啦，未必甲男仔講嘅時候，雞母是無管蝦米點聲啦，伊是大漢了，伊就會生卵嘅。伊大漢咧，伊就會生卵。皮粒來啦，伊皮粒來，伊就變 trigger 一道性，一 trigger 一隨雞還是雞公嗬 ，trigger 一道就免拍精性嘛，伊家係生卵，落來伊就免拍精嘅，伊家嘅 automatic produce。嚇！依個第所以頭頭嘅雞卵生出來咧，就會鋪掉雞精嘅。我唔是，正嘅解釋是講，伊食嘅蝦米物件本嚟影響到嘅，雞母是無拍過精，本會生卵嘅，伊會生卵嘅。特別你講拍精了過後加生卵咧，加會生雞精嘅。但是伊家己生出來嘅雞卵咧，係袂生雞精嘅。所以人當然食只雞卵啊，有只雞卵咧，雞場裏邊嘅雞卵咧，人總是人嘅老母是無拍過精嘅，所以有可能本身是virgin 嚟嘅。特別若是講伊拍精本好啦，就講如果 free range 啦，了有雞公加雞母，特別唔是講加了卵生出來會拍精咗，有陣時伊個雞公無加你雞母困啊。伊意思就是講，無唔是對啦，那是伊生卵伊精無拍精，迄個卵嘛未生雞精咯。我同你講啦，我公司做這個 industry 嘅。嚟，別使講佢嚟講，別使講佢嚟講，雞母人生卵嚟。Commercial wise 咧，無加雞公來稀少了誒。Yeah, injection 都嘅，是叫 hatchery。所以 commercial 咧是叫人做嘅，拍精都嘅。In order to have hatchery 落去做嘅雞卵雞精出來嘅。其實講你愛講，安怎拍我別使安怎拍？拍針。呀，針。你是係 sperm 即個伊卵吐即個 shell 呀？唔是，伊也未生卵伊精。未生，冇生卵精嘅。
commercial 是安尼款。我要聽，我要 OK，咱講正，我要講，即我無明白本，但所以阿老妹你question是我講咪就好笑，人哋我未曉本，你誒正 naturally 你是安怎條件誒？價格徛啊，尾價工。價格徛到啲價格咪變價呀？啊，啊你是黑手啊，伊是啊，用鋪咯，伊鋪咯生女，啲女寫得出來啊，我嚟講。你有鋪無？特別嘅蘭椒是安怎誒？伊無蘭椒誒。冇，我啲妹 OK，我再即係話地嘅好笑。即係當邊啊，不是也西門了喲，按照係啲一女裏邊一夾將拍啲一嘅冇嘅吧？冇。女是基寶會生女啊，所以當然你拍整是阿妹生女整拍。啊 ，natural way 啦。啊 ，natural way 是，伊就說伊拍西門就自己伊個包包呀。卡春兒咯。卡春兒咯。啊。嘅是到底卡春兒生女嘅咩？伊成個這邊嘅是邊嘛？啊。伊唔是啲卡春生女，都你啲喙生出來啊？冇，伊唔是把你坑嘅咩？伊坑是伊洗度，佢伊洗，女佢洗嘅咩？有洗嘅，有洗。我真有洗，特別伊度。個話佢見女出嚟是嗰條洗出嚟嘅咩？嘅一啲無薄薄嘅坑嘅。特別伊是雙子坑，特別南面呢？你咪甲我講，伊是伊條頸是掉到啲伊包嘅掉掉。伊有係你成個 uterus 啦，啊啦，我準備講，係你 area 啦，特別伊個 ultimate 嘅坑個咧，咪是細坑。特別伊是伊 exterior 伊外口嘅坑是一個坑呢，特別伊個外口嘅坑嘅，伊坑嘅內面本是有半啊，你生女嘅位加生使出來啊。就有你講咩 ？extension 那邊，伊幾那 extension 那邊，伊看那邊，你去那邊幾那 extension。OK，so 那是講下你嘅 right，伊錄解錄無可以你試問，伊嘛伊本是會生女，但係伊女是未ผู囝嘅，一隻嘢咯，無命嘅，無命，伊內邊無點嘅。所以我會記這邊嘅人咧，伊人若是講你是 vegetarian 咧，伊人特別夾，若是講你是 free range 嘅雞啦，伊特別夾咧，伊夾咧 candle，你係咧雞內了，伊看有點無點，若是有點就是有生活，了伊就袂使食，無點伊袂使食嚇。了啊，但係袂使講，你若是artificial insemination 咧，你會話伊基本 hatchery 為是按照排。女已經出來啊！直頭是用一隻油嘅將。吐一邊殼嘅。嚇！然後阮公司有叫做，哈利度阮甲伊artificial 咧叫 fatherly。哦。肯做嘅，無理由大叫伊基本結束。你按照個叻伊個啲價格嘅市民呢？唔知喎，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啊，唔知按照做。人大隻隻女人啊，有隻雞係吧啦，都唔知你看你未見嗬？我個基本上就講那股都唔知安怎。是啦，我只物件我是唔知印咗嚟。嚇！我是因為我朋友厝有飼雞，你有冇講？你搞了雞母哦，做咩家己曉生女無雞康拍整？我咁咩呢？你講咁咩呢？因為伊嘛查某嘛是成日講，你嘛是查某，你無查某間佢你無女咩？嘛是有女啊，有女特別是講我行出來是啊，咱無 baby 嘅嘛。有咱個 educational 啦，變咗學嘅我咁講啊。imagine 我查某來，唔是比你是生女嘅。哇！對啊，coffee range 咯，你。Kampong range， Kampong 嘅女，出來時候會掉伊個女卡咋，你特到上到你買女時候，咱那個清氣啦，特別伊是黑點下咧吼，你夾 scrub 嚟 scrub 吼，佢是血嚟啫無。哦。成個南西講啊，嚟勁啦，聖經啊。
你諗住話發表啦，這是幾個數啊？冇，咱繼續來 introduction。技能個數。OK，咱講咱講食百姓 ，OK。然後咱講食類食菜啊嘛，咱嘅迄個就是 Mediterranean 嘅啦，食白。咱食白嘅人。我要再看有幾%是食白嘅人，食白人你使係一黑看，到啲 Clubhouse 要看伊個食白人係一黑看，我看人 OK。我本是食白嘅人，有食白嘅人 OK 這本。Christine 啊，ZZCC。你困起啊？你搞到困起啊？係Maggie。Kelvin 我就係是未知道人啦。哦 ，Kevin 是伊是 because 伊對伊嘛的了迪加基。迪加基本是 vegetarian 啊？唔是迪加基。哦，食飽。伊未來邊嘅是未 vegetarian。我係咪係咪分別阿摩係 vegetarian 加佛教係 vegetarian 嚇 ？vegetarian 阿摩做咩 vegetarian 呢？伊是健康嘅嘛？嗬？唔是伊 religious 嘛？做咩數阿摩會使食肉嘅？like Buddhist 係唔使喎。Buddhist 會啊？你講唔使咩？唔使。Buddhist 會啊？啥頭早我講嘅迄個啊，頭早迄個無會啊，無補條雞雞咪會咯。無啊，無相啦，啲你有你無相。我嘅朋友有一個我會記啊，我睇做咩事在講有佛教人有食肉，因為我嘅一個朋友伊是成日講，係是咁，按照講伊唔是只出嘅，特別伊是安怎啊？伊是師姐嚇你嚇，來伊 practice 食這嚇你。伊是韓國，但伊是外國同學來打波啦。特別伊是講，伊唔是成，我特別叫伊成個小和尚嘅呢 ，because 伊有剃頭毛，特別伊個無只講出嘅，特別伊是成個有剃成個會上嘅生活，可能特別伊有食肉。伊本是佛教嘅咯，所以有你佛教人有食嘅，別使講。有。我知是有食嘅，就阮是未出家過啦。成個個樣 practice 要食 ，because 我人嘅 Buddhist 會學，樣假如講按照食齋嘛，開始是慢慢 eliminate red meat 先 ，and then after that 是係你想 chicken 別使食 ，and then 第尾是像是 eggs 咁啦，別食了咯。大葱咯，蒜頭未食啊！即係阿摩 vegetarian 度食定係？誒，就係有你冇嘅。vegan 是未食內。有你冇食腸粉啊？我會記，我冇聽過。阿摩嘅 vegetarian 嘅 classification 是安尼款 ，vegetarian 是你冇食 animals，แล้ว vegan 就是你冇食 animals and animals product，你冇食，所以牛奶你冇食 ，butter。butter pun 無食，安尼款嘅物件。咁了 plant based 對啦。And then 伊人講 jelly 本是無食 ，because 有嚟 jelly 用迄個horse 嘅，用迄個collagen。所以若是講迄個 jelly 是用 seaweed 嘅，伊人都有食。成個冷嘅咯，咱馬來西亞咧，阿家咧一條喺度食。我每隻人我未明白嘛，了人未使得罪人，所以伊人 explain 互我聽是安尼款。你是講我做咩事菜誒有本是無食咧，你話就講原來是用嗰啲 animal 嘅hoof 啊，還是得落啲骨啊，啲 bone marrow，成個 collagen 就對啦，咱滾湯嘅 collagen。牛嘅伊個內邊嘅 collagen，伊個內邊嘅一個伊安怎伊 gelatin， gelatin， 因為 gelatin 是牛做嘅嘛，牛嘅骨做嘅。gelatin， 冇 vine 啊，冇 gelatin 嘅 gelatin， 係咪 vine 你講咩 ？gelatin，牛是豬嘅 gelatin 啊，我哋牛嘅 gelatin。牛嘅 gelatin 嘛，這種咧就是 vegan 嚟啦，這種係 vegan。I think 有咧，嗰了所在無相像，這邊 North America 真濟是用 bear。我真無相信你這，所以伊人甲我講了，我去讀嗰個 ingredients 有呢，這邊較濟個了用 bear。哦，鹹燒個了本有嘅啦，這裡。對，有呢咩？啊，都美國人真真正攞嘅，你講人食 bear 呢，樣成個為 European 人食 bear 嘛。唔是，看到一陣時，喲。because
即伊个名是迄个 horse 哦，毋是 BEAR。伊知，袂使講，袂使講知，袂使講是講，有你只 American，特別講，喲 ，because 只有咧到底 Spain 啊，要只白白，美國人講，喲，吉利，古早是啊 US North America， 將濟人無 protein，so bear 老了會死嘛。So 死了你無類人嘛食 bear 吧咯嘛 horse meat 咯 ，so 特別 horse meat 是應該是做古早是做學狗食嘅 canned food 古早我來是80年代時啦，咁樣你狗嘅 canned food 啊，咁樣是 horse meat 嚟，แล้ว特別無類嘅人有陣時會食 horse meat，所以人講人食 horse meat 是人講人咪學人知咯 ，because 驚人看衰嘛。so 上個位朋友講啊，古早伊人住 Prince Edward Island 啊，伊人食 lobster 唔敢學人知咗 ，because lobster 是 lowly， 伊是 bottom feeder，bottom feeder 無人愛食，當今變咗你無相嗬，當今變無相啦。伊我講我朋友，伊我講，伊講伊人細漢嘅時啊，伊人食 lobster 唔敢甲人講嘅 ，because that shows that you are from a poor family。驚死無人知啫。咁咪 Instagram 啊，擺Instagram 咪排隊去食，我 lobster 卡。我見食 lobster 會拍 Instagram 咪去 Instagram 咪翕相嘅。條咯，แล้ว伊講啊，古早成伊細漢嘅時啊，但是伊人伊爹無工做嘅時啊，伊人特別去迄個海邊啊，釣 lobster 咗。because 伊 lobster 成濟嘛，會來咯。伊人特別去迄個吹 lobster 來食 ，because 無物件食嘛。有頂到個無人，係咪事啊？無人食時，伊個較濟海見伊直直爬起來。所以了我人佢每伊講啊，若是講伊人會知講點聲咧 high tide 啦 low tide 啦，了伊人會曉咗。起來嚇。巴肚嘅位嚇，迄個 lobster 屬於啲巴肚位，所以你去咧海見啊，你去咧巴肚嘅位啊，都會較脆會脆。所以伊講 because 伊細我朋友伊細漢嘅時啊，伊人有七個囡仔嘛，伊七個囡仔，所以伊嘛甲伊爹無類無工做嘅時，伊人無類嘅時，伊人特別去食 lobster 咯。所以伊來讀大學嘅時，我人聽食 lobster 伊笑，你我伊咪食 lobster 咗 ，because 伊講 it brings back bad memories for her。伊無食 lobster 就是安尼款。我甲伊講無食 ，because 我是 allergic，特別伊是咪食。小啲我是奇怪啦，你講我奇怪咗伊 bring back bad memories 嘅，應該是若是講伊出來都無類咁樣。白白食迄個物件，其實我說做到邊，我就想就講，應該是講歡喜事嘅，唔知。未必可能笑咧，未必定到是可能 diss。呢是我猜咯，問題是 because should be grateful 應該出來新食無物件食，咧無類咁先，規家靠白白食物件，迄一種嘅 moment 對我嚟講是歡喜嘅，我嘅時候都是歡喜物件。特別像 OK， 我講，我幫你譬如講，像啊有咧無類人係哦，我只講係哎呦。我是講下 dramatic 淡薄，我是講下 dramatic 淡薄啦。成日是講你特別去咖啡店嘅位，無類啊嗬，你真有嚟我捌學過細漢時，咖啡店人食春嘅物件，你去家己撿來食，無類是。你成話把刀你去 triggering 那時，maybe 你成講你去咖啡店嘅時，你成到頂到命 call 嘅時。แล้วอีกอ่ะอีหลังเจแล้วรู้ใจเจหลบซะแล้วมาเอาขัก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ยาเลยขักไหลตายไม่พอหลังใจ because ลิงก็จะหลังเฉียวอีหลังมาโบลุยมาแล้วว่ามุ้ยแล้วลุยหลังเจฮะมีอีกมันหลังเจหูหลังเจหูแล้วอันนั้นอีกูก้องจะอีหลัง做 fisherman ในให้กีหลังอีหลังไอ้ใจอีก้องคอดสิกุยหู so รู้จักคอดหลังตัวใจก้องลุลุยโบลุย symbol เนี่ยหลังก้องโบลุยโบหูแหปุ่นโฮอันนี้มีแกอีหลังปุ่นอบปุ่นในจอ so อีก้องอีหลังเบลกวยล่ะลอบเลยสิอีหลังอีกวยอุจิกัวล่ะฮะ你知我細漢個同學冇明白即個話嗰種，咦佢係唔是一句嘢？對，because 係是本是 bottom feeder 嚟。so that's why 一啲邊嘅人，你看人去 fishing 啊，冇人愛 carp 嘅 ，because carp is a bottom feeder。so 伊人愛 trout，they want trout，they want salmon，rainbow trout，佢咪講了，特別伊人是只一行款嘅湖特別 nobody wants carp so what 都是白白白 so 都是我朋友佢一間一隻狗 because 伊是 PEI 嚟伊甲我講 anything that's bottom feeder แล้ว我講 why 伊講 because 你死了嘅物件搞掂去留啲托卡
แล้ว伊讲 that is why 迄个 Jews and Muslim 无食迄个 bottom feeder because 古早真济物件，甲了 bottom feeder 有病嘛。Because 是死了会死，你知道死了会死啊。哈，即濟人會叫走海鮮未未嘛 ，after tsunami，人講即人死啊是叫人買食咧海鮮。對 ，that's why 鹹迄種物件，甲了啊是人講較毒咯 ，because 伊是食咧卡個垃圾嘅物件嚇。垃圾嘅。特別 actually 人我啲食 process 應該是冇問題啊，我是驚鹹時往時我一到食掉嘅，老實講啊，你即係鹹時我食少物件，我冇食物件，我鹹嘅物件冇食，鹹一項我冇試過食，而且我知道我食掉是伊成個糖梅味，嗰成淡薄petrol 嘅味，你知哦。所以伊有嗰啲味水，炒啲味水，即係油嘅味水嚟條。伊成個 petrol 嘅味呢，伊唔係係 diesel 嘅味啊，對咪？Because that's why 人講咯，食咧 bottom feeder 真係 contamination，because 真係chemicals contamination，咁樣點啲一啲。阿龍你講咩？我冇講就咪見到，我咪講是咯，是你味水咯，正常嘅咯。但是平常嘅鹹物喺裏邊，還是我食到是歹嘅鹹嘅，也會味水。冇 diesel 嘅味水，but if 你講 iron 嘅味水咧，特別有啦。but diesel 嘅味水是 maybe 你夾到係 battery contaminated 嘅鹹。你記，你人嘅係是往做囡仔係年代冇成個當今嘅呢，I think 嘅冇呢插啦。แล้วก็บรรลุ start pollution เนี่ยรู้จัก係啊，所以變咗我可能食到而家是食到糖梅味我未得閒咯，食到糖梅味。Because 伊特別浸正久了，可以含開啊，伊糖梅解出來了，特別換水。and then 佢真濟像有啲人啊，伊人會真，我真濟 allergies，that's why 我曉看物件。了有啲人啊，伊講你講伊食 certain type of fish，了有啲 fish 伊未食。แล้วลูกขี่ US สิลูกขี่เลย fishing trip อ่ะอีหลังเลย fishery อุ้ยอ่ะอยู่เสียจ้ะอยู่ก้องเลยหัวเจ้าไอ้มีแกงสิตัวจะอุ้ยแล้วอุเลหลังอีเจ้าเลยหัวสิกระเต็งบีเนี่ยแล้วอุเลหลังอีเจ้าเลยหัวไอ้เจ้ากันแล้ว because อุเลหัวอี feeding ไอ้ habit 冇เสียอ๋อรู้สึกว่าอีไฮเตกอะไฮเต็ง成個一隻你 plankton 做 plankton 係咪就定面隻誒 because อุเลอีสิจับ krill像人講 krill แล้วอุเลหูสิจับ krill แล้วลูกน่ะสิเลยหูสิจับ krill เลยจังจีหลังอีกจับ伊唔是到啲 bottom 到啲對แล้วอุเลกับ bottom แล้วอุเลหลังตัวเบจับอี成個 allergy ขี้所以伊個หู是講伊個หู嘅 diet 嚟影響伊個 allergic reaction對 because 我捌教我 specialist 講嘛，我講有啲物件我食了 OK， 有啲物件我食了袂，所以伊了伊有指點你去大陸讀แล้ว原來我都唔知講原來是你伊個หู嘅 diet 會做有影響你嘅，伊唔是講隔了หู嘅了就是都有 allergy 了嘅。And then salmon and cod 是 usually 是大迄個大海嘅位。like 海特別正大嘅，正 deep ocean 嘅，淺嘅海。人會食 salmon， 正濟人會食 cod，because the fish 是 deep ocean， and then deep ocean 咧，伊水嘛較清氣哦。是安款咯。OK，但係咱講的食魚、食鹹、食蝦、食 lobster 嘛，係你有啲人無食肉嘅人，像雞肉、牛肉、豬肉、羊肉，係你肉嘅人，伊有食海鮮嘅。伊叫做 pescatarian， 人福建話有那款嘅term沒有？海鮮 tarian， 伊是唔食海鮮嘅啦。伊敢若食海鮮，伊無食魚肉雞，啊咪唔是有食魚，無食咧食豬肉啊、雞肉、羊肉，佢無食，特別蝦啊、蝦啊、魚啊，伊個食。菜 of course 食啦。我有睇你講你嚇 ，high maintenance 嗰啲人。pescatarian 係high maintenance。誒，冇講，你講 high maintenance 啊？伊 fruit group 唔是較跨過 vegetarian 啊？是啦，特別伊食嘅物件，嗰啲是貴嘅物件。食拖沙魚咯。是哦，但是我想到講，食濟人有咧是。因種食法啦，都食菜爾。假是講樣食係是愛有迄種嘅物件，嗰了是已經
做了一个興出來嘅。像個有 burger 是 plant 哦， based 嘅 burger，但冇扮嘢喎，佢哋啊 plant 對 based 對，嘅 burger 咁冇。伊是看你一般就是嘅心是做咩事？有人是成日講哦，我是買殺生，我買提示你特別物件。個小隻 patty 喎，一個小隻 burger。係啦，就是講 you want the fun but you don't want the kill 咯，所以你使食成日做你買提示牛來食，還是有你就是講，成日佛教嘅是講，人買殺生嘛，買提示迄個牛。有叉燒，特別個要食，叉燒，個要食 burger 是咪食迄個叫咩 burger 啊？Super burger 唔是 super food，冇唔是Impossible burger，嗰個一個Beyond Meat， Beyond Meat， 我冇食過哦。是上百哎喲，伊邊數，上我食過。你講下一百上轉。Actually 袂歹OK 我食過，Nolly 我本食過 Impossible 甲 Beyond 啦。Impossible 咧，我感覺伊個 texture 真正像，is 真正 close to 正嘅吧。Beyond 咧，伊就Beyond 咧，伊就格格，但無 Beyond 咧，就上加人當人食在做，伊講用味精做嘅物件，安尼。我感覺我食了，我是感覺款啦，即係 between 這兩類 brand 啦。OK， 所以攞嚟 ingredient 都冇上嘅啦。伊個諗是唔知是係咪 ，maybe 應該是豆啩。plant base 嘛 ，plant base 就是豆咯，係咪啊嘛？特別豆嗰時用茶嚟做。用係咪？用係咪？嗰隻是茶。冇啦，唔是茶。茶。soybean 咯。是 wheat 咯 ，gluten。gluten 咯，係咯。但所以Beyond 呢，我都食到伊真正像一種味精嘅嗰種 texture 咯。其實個人講嚇 ，Beyond Meat 嚇，佛教嘅迄個 vegetarian 袂使食。係咪事講下？伊有onion 喺入邊。我未รู้做咩佛教袂使食 onion 嘅啊？對，係咪事 ？Strong flavour。Anything strong flavour， 你有 because Buddhism 入面是叫你講是你愛 let go attachment， 你 strong flavour 你有 craving 嘛，你有 attachment 嘛。所以成日honey 喎，你食葱啦。strong flavour 物件。伊成日講你食葱咧，做你起見。起見。見你起見咯，即係物件 attachment，attach 只係物件，你見，你冇插你蝦米物件冇好啦。你咪是別使數紅機啉酒呢？No，別使講幾個數。係咪？別使講幾個數，會起見。有一個講法個誒，成個蒜頭未食咧，成個你冇食白嘛，แล้ว蒜頭嗬。伊刺激到你食物裏邊，刺激伊會甲你殺你 bacteria 對啦，白bacteria，所以你無食白嘛，แล้ว蒜頭是嗰個鹹變鹹去嘅，變鹹。一下小賴啦，鹹類小賴，鹹類到你食苦緊啊！對，即係是 scientific 嘅啦。我俾梅你未使講啦，所以若是講未使食葱，未使食了會未起見，了 does that mean that 你打波，甲你就冇 sex drive 嘅？你講到 Buddhism 就冇 sex drive 嘅嘛 ？Buddhism 你使 sex drive？冇，你咪講個回想佢。我唔知本。伊是講就食菜人，伊唔是講回想。我唔是講回想。If you practice Buddhism 啦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have sex drive。你 Buddhist 是 ideal for asexual 嘅人，還是使不較硬咯？asexual 嘅人，總之你冇 attachment，冇 craving。你無明白係咪？Hello， 若是講我是查某，若是講我是一個查某，我 I don't want my husband to be a Buddhist then because then he has no sex drive。冇啦，伊是比看按照款嘅 Buddhist 啦 ，because Buddhist 冇正這種本嘅。你看你有啲人想講，伊講伊是 Christian， 特別伊唔係去 church 喎，特別伊是好人嚟喎，嚇。特別。冇，佢啦 Buddhist 就叫你逼你出家嘛。你是講出家，特別你唔係講 Buddhist 啊，特別是你咪講出家甲 Buddhist 無相㗎。Because 我 OK 上家有一間迄個普渡
I think 普通是 vegetarian，伊讲伊会想本是有解人讲啊，唔通食葱啊，款嘅物件。所以特別有啲人啊，伊人唔是出嘅，特別伊人是上個阿 John 講嘅，伊嘅朋友上嚟會上驚呢 ，because 我本捌我爹本有朋友是安尼講嘅，所以伊人我特別我唔捌問伊人有食葱無食葱啦，所以特別伊人有家庭嘅喎。伊唔是無 sex， 伊是食葱無食葱，是講葱是一種嘅，伊唔是講食葱，特別南西講嘅是講食葱嘅做到有 sex drive， 特別伊未使講嘅，伊唔是，未使講嘅是葱是 a type of attachment，because 伊 flavor 就 strong 嘅數，伊甲 sex drive 冇關係。起見，伊未使學你啲 crave 有去食。嚇對，伊見 not necessarily 是 sex， 特別我捌聽過南西講，阮南西有嘅人講。我捌聽佢講啊，你食葱咧會做到起見啊 ，I crave sex。我捌聽人講阮，特別對只，我去教嘅朋友是唔捌聽人講啦，伊是講無肯講啦，是講是 because in Buddhism teaching 裏邊啊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你死了，你空手走了誒。啊，對。so 你買有 attachment， if 你 attachment， 你有 sorrow， 你激線你真是叫 attachment。哦，讓別人學緊聽就 OK 啊，啦，把節啊，冇 subscribe 唔要緊。冇發現 episode 是啷個被 disappointed。阿 John， 你特別 delegate 袂使講去 investigate 迄個葱會做 sex drive 無 sex drive， 然後對嚟做一個 session educate 人。無特別所以我袂使講嘅就是講，所以若是講你做，你是講出家人啦，特別是平常時食這人啊，你會使有 sex drive 嘛？就伊是 OK 嘛？as long as 唔出家。會使。師傅無叫你講。你特愛食這啊？你對 Buddhism 就是你自己愛做哈。because 這裡是because Buddhism 是一個 teaching 啊嘛 ，moral teaching 啊嘛。所以你無 attachment， 你無 create sins 咯，你無 attachment，that's why you cannot create sin。成講 imagine 啊，你有 sex drive 嘛，你食見 sex drive 啊，你保未好，你是你去過下頭食咯。你是唔掉咯，你是唔掉咯 ，because you drive you craving 嘛。你看伊頭食你查某是 vegetarian 好啦。係啦。呢啲梅食伊Kindle 裏邊有講一個 diet 嘅咯，係要寫條。diet free range。嗰隻 free range。free range and vegetarian and vegan。有時我 clip 喺度，我就聽到那時好笑物件，我 clip 起來好，我不知是我會放，到底我冇 clip 掉，咁樣個 clip 佢 try 一道 clip， OK clip 掉，我 clip 掉我係到底 Instagram 嘅時放啊，可能會 explore 掉嘛 ，Instagram 就一人對話啦，唔是 Instagram TikTok 就一人啊嚇，一清咗啦，你幾多點清啊？200幾日啦，喲200幾幾一清咋？大資料咯，就嚟咧就怎啊？嚇，係咩物件？阿龍係咩物件？喂，你 AI 嗰隻東啫咯，我平頭去講。哎呀，冇人叫伊啊！幾點了？2點3點嚟啊！佢哋時間了就搞咯。你個電視2點不要。witching hour 嚟啊！係是唔是 witching hour 嚟啊？是幾點？是3點了，夠10分鐘。了 OK，來講到對，人食菜食人講食肉是。食肉，人有食肉嘅人啦，唔是講逐項肉會食嘛。你話蝦物件肉無是甲食咧？羊肉。羊肉食一人無是甲食，我味重是嗬。羊肉我就是甲食。阿龍是甲食羊肉。我食落去automatic吐出來。哦，好你是唔是有迄個炒，伊個炒生味迄個？伊叫做頭仔味素咯，羊芡嚇，咁成日你未食酥甘冰嘅啦，咯？未，係咪誒？南西我見咯，南西路誒，你會食出咩啊？你話特別會食誒，because 上個人講，人當人食暑假食鴨嘛 ，because 人會曉煮。That's why 人嘅鴨。我阿芡被炒。那是講你未曉煮嘅鴨本嚟炒，所以你養我食。
我有食過好食嘅樣本，我去食迄種山內面用羊仔骨嘅了，我有食過捌，我真是無熟甲食，就是無熟甲食。有陣時係冇夾隻樣嘅，伊個樣嘅變錯，因變糖嘅嚇。誒，當我無抽漢本俾你咁樣Mary had a little lamb， 係你 lamb 嘛啲係佢 little lamb。我是未講你，我想未起你特別搶未掛就我。嗶哩嗶哩，哦，嗶哩嗶哩。Actually 是，你講得對 ，because 啊，迄個飼豬嘅人捌甲我講過，伊講迄個羊甲迄個豬啊，有個豬本就有臭味嘅嘛。伊講伊講是豬臭味是無相爭，是伊醃嘅點聲是 procedure 無共。Yes。無，毋是，伊甲我講，伊講迄個。because 我甲伊講，我這邊我毋捌食過豬有臭味嘅啦，特別 Malaysia 有陣時我毋敢食，我驚伊豬現小淡，伊豬現小淡，所以我問伊咯，講安怎安尼款，是毋是伊 processing 伊睇嘅是halal無halal，係咪規我問伊講毋是，伊講係你halal，等我講下先，伊講係你豬咧過了，毋知是伊就講伊過了 adolescence 時伊puberty，了伊過了 puberty，伊嘅 hormones 就出。誒，伊講，若是講豬母，伊會現較少；若是豬公，伊現誠濟。伊講，即邊嘅豬無味 ，because 是毋知是幾個日，伊人就睇啊 ，below 毋知是幾個日，還是？Maybe 關係甲淡仔別使講，伊講鹽嘅時無好食，就咩是烈鹽嘅時伊就現了。伊我古早我問我人 R&D 人啦，伊講是伊鹽 procedure 是伊做伊就係 because 美國這邊嘅鹽咧，唔是人鹽嘅嘛。machine 鹽嘅嘛，so we want to be 100% kalau 無安尼味，第二項物件 United States 嘅豬嘅kalau有 genetic alter 過嘅，但是算咧美國嘅豬肉伊嘅肉較濟過油，伊嘅油嘅，because of demand。我是 maybe 有可能是 genetically modify 過咧豬 because 啊，伊人講無相嘅整嘅豬有無相嘅味嘅。I mean 有咧味，較重有咧無味。對，I think 正式 naturally 都應該是有味嘅。對。I think 我 feel 就是那啲 order， because 我啦，看伊食蝦米冇關係嘛。所以hormone 是特別是話伊腦力對，伊腦力血，所以若是鹽無好勢時，伊 contaminate 伊肉 ，I think 啦。OK， 我本唔會過買豬肉嘅人，即係會到豬漢，是因為伊講即個是豬公，因為豬公吼，伊樣夾去拍整咧，應該無食豬公嘅嗰度，豬公伊樣留一隻，唔想無食是留一做整，即隻豬公咧，但係只拖去拍整嘅，樣但係頂擺我拖掉迄個豬公去拍整，因為迄個豬公就達類咯就，伊上講紅地可能，所以即個豬人愛拍整就夾去面拍整咯，即間嘅豬人愛，伊夾去佢拍整，咧伊拍咧伊老了有一隻豬公，伊袂閣再拍整啊，因為伊老了嘛，咧樣一睇隻豬公咯，隻豬公咧伊就有臭汗了。伊真正因為伊過期了伊過期啊嘛，因為伊無驗着嘛，伊毋是啲驗嘅時間驗嘛，因為伊是夾來拍整嘅，所以即個賣豬肉嘅人吼，安尼咁夾到即個豬咯，衰咯，咪夾到啲豬咯。咁我講 OK，所以若是講迄個豬啊，係咪 possible？ 係咪 possible？ 我講有 possible， 不過唔使講啊嚇 ，because 我唔知個白豬啦，我知個白雞啦，雞公咧。嗰了是去做 feeder 嘅，我哋呢邊嘅。對。feeder 係咩意思？美國feeder 是雞隻物件 food 啦，food。哦，你是講伊嘅做假做 food 可以雞食去。所以只要我家己嘅歌，我兄弟嘅啦。標價。after that 嚟 bake 啊，嗬 ，and then 去係做 feeder 做 feed 加啊 ，and then。If you like Arkansas area, sometimes will be there sangat cubi啊，係你是 feeder plant 咯，就嚟silo 就嚟關嘅啊。So 我嗱曬 after 這 episode 咧，好大家自然變做 vegetarian 咗。幾間㗎啦，食嘅，特別你豬啊，
although 咱未煮菜嚟食，咱未做嚟 roast 咗，伊講特別有陣時啊，你可以做 ham，because ham 是你去洗，你哦 process 過，你去洗，伊避免得當去，你 smoke，and then 你去洗，แล้ว that's why 伊講 that's why 安開物件我特別問嘛 ，because 你伊人嘅 farm 就是 inventory 嘛，所以我特別問開 inventory 冇計 value 伊 farm 伊 value 伊物件嘛，所以我特別問開物件，所以伊講 that is why 有類物件成個你 prime 嘅 meat 啊，成個嚟牛啊，伊人是賣迄個牛肉迄個少年嘅牛肉是叫 veal 嘛，所以你打開加了是 veal 嚟咯，加了佢賣 veal 咯，咁伊正細漢就睇啊喂，伊就是去做 veal。แล้วจ่าบอย伊試可以做牛鈴咯。嗰一個物件哦，我古早看過啦，人講 impossible meat 咧吼 is not truly vegetarian because 有誒吼，人加迄個好嘅 hemoglobin 啊，叫嚟摻落去伊嘅 burger 誒。哦，不是啦，伊是加 beets 嚟，樣是加 beets 就係 beet roots 啊。OK，但有的人我是伊會 hemoglobin extract 出來哦。我知是伊人是 because 伊人是 clean plant based 嚟講係，伊人都袂使嘅 hemoglobin 啦。maybe 是 rumor 啦，還是有咧別咧 type of meat 樣。哦 ，maybe 你講嘅是迄個 lab grown 嘅 meat。哈 lab grown 嘅 meat，就是講伊人特啲 lab 會飼出來吧，伊唔是古生出來吧。亂加椒，新加坡真是有啊！三面，你看三面，我掉錢見啊！我垃圾是有誒。啊，三你就是講你食伊味素香香啦，甲肉，特別伊是 lab grown 嘅，你加椒呢？我加啦 ，because 我先啲像 medical 像你 skin cells 啊，伊人嘛是啲刺。對咯，所以伊免太牛，有時講伊 carbon footprint 較細啦。lab grown 伊 carbon footprint 又細，伊別你免成日講個炒啊牛隻炒啊個嚟大漢仔就睇先，你看伊 carbon footprint 較懸咯。所以 OK 啦，就是人唔敢食 lab 飼 lab grow 嘅吧？啊，你唔敢食，就是別使講。甲叉米粉，你唔敢食？唔知咧，我未過，我感覺我未食。你是驚講伊做無好事啊？食你有 side effect 係咪？嚇對。所以你唔是。伊若是一款 lab grown 嗬，伊一款 lab grown 嗬 means 伊唔知用下面 chemical 拍落去伊把咧，伊把有個款細 multiply 有款出來嘛。我家己邏輯是咁樣啦，但係我食落去了，我家己分辨嚟款咧。佢哋如果成食 cancer 你看啦，你成食自己。就去請佢，哇，5粒零去。係細二 fat 咯。就去請佢5粒零，變杜冇去。OK， 明，阿咪有理由啦 ，because 咱這是特別有可能會搞一個地步，像咱 genetically modify 嘅菜，咱食甲三擺，咱無去想呢都咋，所以有可能搞一節咱會對白，每人來看想法。GMO 苗無食。特別啊，你知有 tomatoes 啊，這邊正隻 tomatoes，嗰啲係咩啊 ？hypodronic 啊 ，hydroponic，伊到底注意位置嘅無睇下。注意啊，伊看了真香真水啦，特別你食出來啊，無味無爽，會食出無咪好食嘅。伊肉 tomato 嘅肉啊，特別。特別有可能係咧好食咧，有可能是伊無想要攞嚟 factor， 有可能一個就是伊嘅種，但是講伊嘅種是modified 咧 ，genetically modified 咧嚇，伊是 modified 到伊被 bruise， 然後伊嘅食隻水，然後喺呢度是無味無爽咯，但是特別我先係是你飼喺你飼吧，你栽喺你成個你叫咩？你叫咩？就古渣係叫咩？阿莫字叫咩？古渣 heritage 啊，heritage 冇個另外字叫做咩嚇 ？heirloom 嚇 heirloom 嘅 tomato 特別你栽嘅辦法是用水
甲 hydroponic method 嚟講係，基本上好食，特別你特別會曉下伊個內面，伊水內面特別有成啊，伊個 伊個咧 minerals 甲伊個 nutrients。哦因，maybe 啦，為是 seed 嘛，because GMO 唔是講伊個安怎做活。GMO 是 actually 是經伊個 seed 啊，伊個 seed 已經加啦，伊熟ground up 嘅，所以伊個tomato 生出來糖唔敢去動伊嘅，糖去動伊去食伊爾糖死，because 伊內面有 ground up 了。伊嘛是seed 內面有了誒。Monsanto Monsanto 是 create GMO 嘅人啦。伊加講，了是 Monsanto 咧嘛，當今。Then the first GMO in United States is tomato。但係有你食得真無好食嘅 tomato 啊。無味無爽，紅紅啦，水水，特別無味無爽，伊白嫩嫩呢時候，你講，伊做來做咩？好看咯，做來做咩？伊是好，你去辦山嘅是人買物件是用目睭鏡，你知哦。你嘛是用老千人 ，especially commercial 嘅 burger 啊，唔是幾啊，伊下 sauce 佢都唔食袂掉咁樣啦。對，無意思。伊是看，所以當然個興到對就是要食係你 heirloom 嘅tomato 對咯。特別你就了你 heirloom 嘅 vegetables 啊，伊人嘅油真少呢。對。that is why 伊人 commercially 無去咯 ，because 伊生少嘛，特別人是 focus on quality and taste。對。但係 I profit 嘅人to focus on quantity and yield。因為人就係 shopper 咪是買用目睭買咯，伊看到成啊，哎呀，喏無較烏同無 blue 什麼買買呢？可能變咗伊做人干那較少就是咧紅水水嘅咯，所以可以買咯。即個香菇嚇，伊實是買起來，唔買起來，你 try 出去一個就買看嘅。哦，跟住幾咩哦？伊用嘅會講。哦，伊講條地，伊講地錯。哦，地錯。好歡喜隻。話啦，係啊，啲困啊。阿John，嚇，到嘅。我做了，我把就被打了。OK， 我上路去做 vegetarian， 係咪做到嘅啊？冇啦，係呀，阿做拍。你淨係交教咧，OK，啲配教咪，OK，我冇咩去困啊，我冇去困。哇，啲我啲都噶，OK，拜拜。OK，so good night。แล้ว人講啲隻吧 ，OK， 係咪物件吧？讓感覺是最 popular 嘅吧？即世界，世界杜吧咯，雞吧咯，牛吧，咁對我嚟講，牛是最 popular 啦。我是 feel 到，我唔使幫人啲，啊唔係使講唔使制哦。嚇 ，globally 啦，佢世界啦，globally 啦，才是牛啦，對我嚟講。牛，我覺得是牛，because as I mean like just but 你看到咯，呢個 continent 本來像 Asia ，hot 喎，hot 喎。globally 是 中國人食杜吧咯，就中國人食杜吧。對，OK。應該是杜吧。你講食這個是 popular。 Top most。你食這就是你 popular，當然全世界都 popular 嘛。韓國、日本啦、台灣，但了食牛排咧，真係 premium 嘅喎。Top 10 most consumed meat in the world number 1 pork。premium 是貴嘅物件啦，就。premium 就是較貴嘅物件就。特別 Middle East 嗰邊㗎，冇人食嘛。特別咧，Middle East 邊㗎冇人食咧。Korea actually 杜吧是最 popular 嘅。Maybe 一個美國佢只隻 bacon。你做咩水嘅 popular 杜吧？因為中國嘅 population 安尼濟。對。咯，迄邊㗎已經贏了嘛。講人啊，迄邊㗎都你看到無公平嗰度啊，嗰邊。你貴嚟 India 就係冇就公平嘛。對。你看 Muslim 啦，甲了人，甲了Sikh人，甲了 heritage 人有食雞吧。第二咯，第二是雞吧。杜吧有人會食，特別雞吧甲了人會食。雞吧是有影甲了人會食。OK。Seven Seventh Day Adventist 嘅是冇食雞吧，係咪先？哦，是。伊人冇食 animals 對。vegetarian 啊。唔是咁嘅咧，冇食，因為我食虎嘅，因為我食虎嘅。Maybe pescatarian。pescatarian 嚟嚇。The one 有一搭我去一個 investment seminar 啦，係嚟人講啦，
但是講你愛像個迄個 venture capital funds 啊，你愛開物件，愛食物件，你食就飽啊。若是講你經一個物件是 chicken 的啦，你真少 ，as long as 你 business plan everything 好，你真少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shut down is 較少 ，because 一項會識人，有個人無食一個，但係 chicken 較濟人。as long as 你唔是 vegetarian， 你有食是較濟食 chicken。所以講，你若是愛低 low 嘅 risk， 你愛 launch 個 product meat product， 最好是 chicken。 safest way to go， yeah。Of course 你看下面 market 本來就，你看你到底到咗隻 market。unless 我伊講是 global 嚟講啦，若是講你愛做 global 嘅物件啊。OK，number one 是 pork， 第二是 chicken 咯，第三。我 feel 到第三是好水啊，冇牛扒，牛扒第三，牛扒第三啦，你 make sense 啦，一接落就是牛扒咯。是哦，就是那個不像個設想，一肚自己三股，三股四羊，四羊個係四羊個個金兵喎，是 good 喎。good 啦，這裡是羊啦，這裡是羊頸，這是羊大羊。這是什麼？這是什麼？你人捌食 squirrel 咯？唔係，第四是 lamb。你人家食嘢未啊？我講唔敢。你看隻雞物件啦，成個你試下做呢，我唔食啦。我就是愛甲你講，我食試下做啊。我捌食過試下做。啊，真係試下做喺邊度？啊，食幾版可呢？So alligator 啦，哦，是 alligator。Because 伊人講食試下做是 ，I think 是消毒喎。Because 我古早時我食嘅迄個 skin allergy 啊，細漢嘅時啊。哦，清血。啊，清血嘅。了伊人係蝦米肉仔啦，蝦米龜啦。鮮菇粥咯，煮咖喱啦，較濟。試下做煮咖喱好食，煮咖喱。我捌食咖喱嘅。食咖喱雞可能。你等我想下，試下做係啥物嚟嚇？試下做係 monitor lizard。苗啊。monitor lizard 哦，你咪真大隻咧！我捌到啲。馬來西亞有四隻，馬來西亞。伊隻隻吉哩，隻毒，隻垃圾咩啫？假人嘅啊，伊隻垃圾咩？隻隻 bacteria 嘅啊，伊 gloss。隻吉哩物件垃圾物件，隻上擺。你講到垃圾咩物件？威娃娃嚟啊！關你有咩事？我實在會衝啲。威娃起來參我講話，我講到食肉。加起來啊！食肉加食菜，同我哋講掉。嗱，會我對起來，咪咪淡仔。好啦，生叫搬起來啊！生叫加。哦，生叫搬起來 ，OK， 來食肉食菜。頭先我聽到講食迄個怪怪嘅肉嘛。哈哈，對。你食咩怪怪肉？我到 Australia 那時我食過鮑魚咯，鮑魚。你是食 alligator 還是 crocodile？I think 是唔知喎 alligator。冇 alligator 到 Darwin 嘅會有。哦。你是等等，我唔係等。阿龍，嚟我哋係 face next to each other。阿龍嗰邊，阿龍，你講crocodile。阿龍出聲啫。Hello。Crocodile。安怎講？福建話安怎講？crocodile 啊 ，crocodile 咪叫鮑魚咯，唔是叫 crocodile。crocodile 叫做 crocodile 嘛 ？crocodile。頂咗時我一個家己人，伊袂曉講 crocodile，叫 crocodile。所以嗰時唔係諗晒咋，諗佢就講 crocodile， 這裡是鮑魚叫啦。伊這裡啲邊咧有另外一個名嘅，諗晒哦。啊，是唔是叫白鏡？唔是，白鏡是中國本講嘅。哦，白鏡是中國本講本嘅，中國啲專招邊本人叫本嘅。白鏡是對，顧另外一個，顧另外一個是真係 specifically 邊樣嘅名啦。哦，有，我唔知。半頭鋼虎，你識半頭鋼是咩啊？唔知。
特別講，哦，特別講有，大伯講虎人叫大伯講虎，還是叫本頭講虎呢？一講大伯講關係，我唔知係咯，講有關係哦。嚇，maybe 是大伯講嘅 bad 嚟， bad 啊，大伯講字，我係 pass 啊，喂，係咩 bad 啊？我係 pass。bad 嚟，我食過抓，我抓本食過咯。我不知，誒，抓湯，我差唔啉過。一做成個攞，你看咯，蛇羹咯啊，蛇羹咯，真出名嘅，有香港就是人食嘅。伊成糊嘅，好抓滿是成糊嘅吧？啊，一成糊吧，誒，抓的成個糊吧。伊是蝦米抓來咧？嚇，蝦米抓？唔知我冇看啊，我看到是伊已經是一個碗嚟啊，我冇去看伊人睇啊咪。我看過伊，特別我唔捌食過，我朋友誒 boyfriend 去 Chinatown 買，我人看了奇奇怪怪，我人唔敢食，我人問伊只講是抓，我人覺得唔敢食。好食，特別奇怪哦，咁少，咱我本是日本嘅，咱就是聽到講是抓，咱冇關係嘅禽獸啊，咱就唔敢食。對，咱家食鴨粒哦。阿粒是冇麼？阿粒食過，泡湯係咪泡湯啊啦？這種就泡湯咧。你咪是冇拍過地咯。落白咪是泡湯。我食過野味咧，我應該冇食過。未使講，你講只都冇食過嘢未？有人食人家只冇食過 ，civet cat，磨生。哦，磨生啊，磨生我邊食過啊？我邊食過。哦，食過。因為我個食過，因為我係馬啦，到底馬來西亞啦。我係厝，我係嘛。我講咩有啲係，誒，但乜會我講，人一句人hijack 一 conversation 去，伊講只個打咧，呢？我一層啊雞巴那款咯。誒，個打唔是成胡巴咩？不，伊有淡薄層啊雞巴那款。啊，伊愛香，成個 alligator 啦，香水雞，別寫起來啊！喎，博飲啲 ，hello。來估啊咯，講嘅就係這句話啦。誒，你有講話咩？我冇聽到。哦，伊有講話，新叫就未講話咯。你個島嘅八卦啦，我看過咯。哦，誒好食。我唔係食過，特別我我捌食過 crocodile satay。crocodile satay。係啊，我看過，特別我唔係俾嚟食過。你話你講咩？嗰個就是伊 kangaroo 嘅吧咯，特別冇食啦，我感覺到。kangaroo 吧，安怎係唔知喎？定嘅，安怎不？特別歡喜比賽呢？定啊，赤呢嚇？馬蘇呢嘛？啊，馬蘇安尼咯，我食係是 burger，都 OK。哦，特別嘢鏈咯，伊較鏈嘅 burger 成個 buffalo。伊較鏈啊，對鏈。特別未歹食啦 ，OK 啦。落咧，有人食過落。嚇。落邊人你 Ramly burger 度咧？落好似啊，咦叫做咩落嘅吧？叫做咩 ？Ramly burger 乾椒啊？Rusa，哦 Rusa，乾椒太細啦，有 Rusa 嘅冇。落白食了抓落白食了抓。誒，第一抓係咩啊？人係今日就抓啥？成個隻哦，成個隻榴蓮咧，可能抓起。隻羊嘛是抓羊對，red meat 啦。我有食過是你攞有可能冇食過，我 feel 到人嘅時候，我去嘅 Russia 冇，我去嘅 Russia，我食過鉗嘅吧。鉗係咩啊？鉗好似安怎係吧？你講下。誒，當隻貴咗，開始當隻貴。我原嘅時我未開類嘛，所以我咪走去我話 Russia 有咩個特別嘅物件。然後做咩事都紅磡未去開類呢笑誒？然後人話㗎，你肯定會聲咧。你唔要嚟開嘅咩？我咪記自己，我未記，我就自己啦。我總之我記依句完掉啦，但係我一人哋食嚟咗，因為伊是種算做是真正快啊特別嘅一間店嚟，伊專門食 specialty 啦。哦，其實我一人咧，伊是係咪鉗？哦，鉗啊，是係咪鉗？冇講。唔知咯，我覺得伊時候應該咧貴擺嘅咧，本是夠鉗嘅咯，特食嘅。咧要一隻，要一咧，要伊皮啊，係咯，伊毛話殼名啦，
有一隻到底平穩嘅。哦，你食了你若使伊味素有鹹啊，什麼伊味素上啊有咪？淡薄鹹呢，有淡薄鹹呢。係安了你怎鹹？老實講，我食一道幾下咧，我無想要到等伊食，伊毋是種哇好料咯，無安尼款啲味素咯。OK，有油喎伊吧？無油嘅，赤嘅對，嘅。伊是上講迄種較大牛吧。哦，黏啊黏。較黏嘅較大牛吧。哦，伊無特別好食嘅，老實講，無特別好食嘅。你伊鹹你使講下伊鹹是安怎會鹹，我想要知。伊未臭味啦，伊未臭味。哦，แล้ว伊是迄一種上加伊毋是白迄一種嘅味素嘅啫，伊是上加一種茶嘅味素嘅。茶。對，就是講，你上喺山巴裏邊呢種嘅茶。哦，maybe 淡薄 vegetation 嘅味呢，可能咁啊。迄種茶嘅味素。冇 impressive 嘅咯 ，actually 我老實講，就冇 impressive 嘅咯。你食啦，你飛就講，你派食哈，嗱下次佢就嚟啊，邊啦？我哋嗱見到隻白面嘅啦，我冇去種嘅 crave 咁咪短意食咯。OK， 我講另外一面嘅梅郎啊，暑假食嘅肉，得一胃。哈密肉，得一位安怎款的肉？哦，我添啊啦，添。嚇，來，每話講。哈密裝嘅肉未使嚇，裏邊 basically animal 加 seafood 未使啦。係使。OK。啊，點解等人是杜白個掉？杜白，你先講杜白 ，OK， 咱當杜白講起杜白，得一格嘅杜白，你第一個食。那是講。馬草，三珍吧啦，我啦三珍吧啦，三珍三珍佢做馬草啫嚇。那是講你講愛，你講咩阿龍？你好，我是個隻杜卡。哦，杜卡嚇，你講 barbecue 得啦，咪會話嗎？啊，咪講成個泰燒嘅 barbecue 安尼款呢？嗬，伊人嘢嘢豬頸肉啊。哦，係你 pork cheek。冇啦，唔是 collar 啊，哦 pork collar， 哦 cheek 啊，即我去上街是哈，伊炒面。我感覺就講成日切有淡薄切了，有淡薄潤啊，你款本是好食啦。แล้ว若是講，你講愛煮成個平時嘅迄個菜啊，你款啊，成個紅白啊面就就是三珍白了啦。我是個食三珍白，煮只係咪嘅？我唔會食三珍白。對咯。我是個食一個奇怪嘅肉，是叫 elk。我一擺我食過，上個搭elk 搭啊 raw 嘅。哎呦 ，Oh my God！你安怎？你依把是唔是食 red 嘅？伊隻sorry，黑米來。elk 是一種嘅落嚟，成個上落，然後咧特別多隻。有一個 elk， 有一個卡通是叫做咩啊？我呢是 moose，never mind。我想對是 moose。我 elk 真大隻，你按去 Google 看，你就 check 下。等我找一下，我 Google 可能看者 elk。我唔捌食 elk， 我食 bison， 我捌食過 bison。bison 冇食。elk 好食，elk 好食，伊冇呢鏈啊。哦 ，elk 冇呢鏈。哦 ，OK。bison 嘅大，sometimes 伊食。bison 嘅鏈啊，即係 elk 咯，或者我等於。elk 就係好食。啲咧 Colorado 是伊即個我喺 San Francisco 食一個 restaurant 嚟嘅，好食咯，真係好食啊！一隻會飼幾嚟咁磅嘅人咯。你看你大隻，你話即人嘅限定嘅，係飼幾嚟咁磅嘅人咯。是啊，會啊，伊差唔多像牛安尼關呢。比牛嘅關嘅，你知道？比牛嘅關嘅。真正大隻嘅，你就 check 嘅，是講你企喺邊啊？你講伊即個肉，伊較油淡薄過無呢鏈甲邊甲即個 buffalo bison。對，了伊有咧 gamey 嘅 smell 咯，是講會打嚟啊你。gamey smell 是淡薄成個 lamb 嘅 smell 呢？無成個 lamb 嘅臭，伊冇嚟啊，怎講啊？伊冇嚟啊。goat 係咪？冇呢蛋。goat 隻蛋嘅嗬 ，goat。I think I see 兔嘅。rabbit 啊？rabbit。哦。
伊无咧当，伊味伊怪 plus， 伊怪好食。像碟味喎，maybe。我唔係食佢碟所，我唔使講啥。但特別要講 gamey 喎，就係講 gamey 上面特別我想未到。你識講 lamb 是其實 very gamey 咧 ，lamb， 所以成個無上 level of，伊成無上 level of lamb 嚟比啊。New 臭味。OK。New Zealand 嘅 lamb 就胖嘅嘛，我巴地跟住係。Unless it's spring lamb. OK。because 伊只細下嘅睇啊，伊只細下，所以無味。無味真味嘅。我真係特別伊無食個 sheep 嘅味素咧當，我 goat 嘅味素好簡單。特別我只係嗰隻 goat curry 嘅，佢哋嗌印度人嘅 restaurant， 我只係嗰隻 goat curry， 一個 good 嘅可能。呢個係熟嘅 marrow 出嚟。伊咖喱味 already 冚得冇啊！羊嘅味啊！冇只有鹹嘅呢邊，有鹹咯。哇！是唔是？我暑假喎，你暑假嗬？我冇暑假。我暑假有鹹嘅喎，我感覺你是無鹹嘅嗬，就無意思啦。食無背。我本是暑假 good 嘅味，特別 good 嘅味好，當時啊，你去成個你咪 farm 啊時去到咯，你看到你 good 嘅時啊。一啲骨羹啊，骨羹，腰羹嚇，腰羹啊，樣行過時啊，幫曬上面一時全部成個呢邊，有蛋咯呢邊，伊個椒啊，伊在樣 sometimes 樣有樣嘅鹹嘅嘛，你知伊個辛苦啊，你味道個人食你骨你味差唔多像嘅。你知哦，一個 animal 啊，地炒，我唔捌拄過一個 animal，安尼炒嘅都是 giraffe。哦 giraffe， 我知你知咩事哦？你知咩事哦？因為啊，伊海啊 ，giraffe 海伊卡喙孔，伊卜拜拜嘅啦，但你上海嘅你鼻孔嘅。你人甲我講，伊講 don't go too near because it's very stinky。我無相信，我其實我未穿開。伊規支卡嘅咧，幫曬幫就過掉嘅咧，你味道伊上 level 嘅你唔 know 是數嘛？That's why 伊個 giraffe 就臭味就成你款，所以白刀，白刀佢就冷慣慣，你就問家上，哇，佢哋味道。我嗰啲有名。是唔是阿 John？你 refer to 你家己，我唔識你家己，我你講。我冇講就講㗎啦。啊，臭味人啊，講臭味。OK， 咱講出啲菜啊，當然菜呢，咱講隻菜是菜，你蝦米菜是個隻呢？有冇隻雲絲？高麗菜，都屬嗰隻高麗菜。我屬嗰隻高麗菜。係啦。我蝦米菜本屬㗎 ，actually 我屬嗰隻菜。呀，菜。韭菜啊，韭菜菜叫咩啊？菇菜。菇菜啊。苦瓜咧，搞人屬㗎椒。我屬㗎。我屬㗎。地派好食喎。我是苦瓜，我是垃圾。呀，你苦瓜啦，我屬㗎連苦瓜湯，我就哦。我唔捌拄過一個菜，我無屬㗎隻。炒苦瓜。苦瓜炒糜，我有朋友講我那年老吼，冇食苦瓜哦。嚇？有咩？我係。你那三叫叫冇食，三叫叫冇食苦瓜。誒，我屬㗎，苦菜梗係好食苦。我本冇食苦瓜。苦瓜好食，我屬㗎連苦瓜。苦瓜湯啊，你叫佢浸浸白，佢嗱底下嚟咪滾咧，嗬，苦瓜湯好嘅時，佢嚟切一片，伊個浸浸白，嗬，佢嚟溫雜白布隆嘅飯椒唔真係好食，然後裡面苦瓜湯。我特愛帶lemon 嘅是係你雪柑啊，係落去南部。嚇！哦，你食苦瓜湯可以水南部啊？哦，你嗰啲豆油。嚇！我着都係苦瓜湯嗬，我浸南部落去。雪柑嘅，哦，他伊是確咁就香。哦，特別好，我冇 miss 嗰隻湯，但係有嘅係水成個，成日真人食火啊，咪是有帶 lime 入去咯。我冇試過喎。嚇？係咪數？你就係你 lime，伊做咩數嘅啊？係咪數？越南嘅人啊，樣食嘅物件，嗰陣時係 lime 嘅咯。嚇，咩事啊？我而家開味，呢個味就背人嘅咋？哦，隻一山，隻一山嘅。哦，所以呢是一個 secret 咧，有咗隻人唔知嘅。啊，就我就咪話你個第四粒嘅 lime juice 呢，就咪。啊，你食下面物件，你個樣下面物件本來係 lime 嘅。那我講的真的冇晒。
是啦，我哋講真冇，因為一隻係整嘅問冇題。冇一隻較濟過一隻來嘛，所以把它來就要加 double 嘅，係咪來面都做越南？我冇試過食伊個湯啦，沒有 lime。OK， 我 lime itself 是 OK， 我是冇試過成日食。你對我來講啦，人哋我食粉嚇，伊是 remind， 伊是同我想到牛巴幾條湯，我食粉時，所以牛巴幾條湯我冇係水甘嘅，所以我變做我哋食粉時我冇試過帶水甘，因為伊對我來講，我食時我是想講我食阿爸幾條，唔是，係你牛巴幾條湯。嗰時substitute嘅啦。哈，牛巴幾條湯就是粉嚟，對我嚟講，所以我冇試過係水甘。水甘嗰邊一走鼻去，安怎無想嘅，我就 clash， 我水甘我第一道呢，我無講，我 try 過一買啊。我熟㗎，我計拖接。我熟嘅，我訂。我係食咩啊？特別你去 restaurant 是並比較在興嘅嘛，一隻是就是學你有水嘛 ，ice water 呢，三角水，所以我日來咩我訂就是三角水位，就只個淡薄來面水阿婆。就是一碗番椒，呢番椒是我訂伊水甘到啲番椒裏面，所以我อุ่嘅時淡薄酸酸，特別我係湯啉嘅時個無酸。嚇，嚟，嗰隻菜，我嚟過日過啊，我第一個食就是米納利。哦，米納利係煮魚嘅，羹類。迄煮魚就是講佢哋菜咯，嚇，羹類嘅嗬，到羹類似。在。去 Google 米納利，講是安怎嘅菜。嚇。我同你講真好似樣嘅咯。你形容就係講下伊味素成咗。伊味素我就未記啊。我會曉食啦。有成個人食嘅物件，講白嘅人未能有食嘅物件味哦，還是完全 unique。伊無完全 unique 嘅，你食到有古早味啊呢，你食到啊，古早邊人食過啲味素本嚟。咧伊味，伊是一種嘅芹菜啦。哦，係芹菜嚟啊！啥溫水味呢？咯，可能伊無溫水種嘅臭味嘅。我是屬食溫水嘅人，特別because對溫水對一個人嚟講是伊味素就重嘛，伊唔是一種嘅重嘅味素嚟。伊味素重特別好味，還是伊味素無成個溫水特別無呢重？好味嘅，伊無溫水一種嘅味素嚟，你無 feel 到你是食到 coriander 嘅。米納利成個 Chinese 嘅芹菜。Asia is another name of Asia. Other name is Chinese king chai. 特別應該唔是嘅 ，because 我哋過日以前我是唔食芹菜。米納利是較大條唔是啊？冇較細條，伊是一撮一撮安尼。哦，伊成個細成個係咧。要，伊有淡薄像 coriander 啦。伊叫做 watercress 啊，差唔多像 watercress 呢。你叫咩嚇 ？Watercress is。哦，唔是，伊是 watercress 叫 water drop walk。water drop walk 嘅理念咩啊？對，伊就冇上西洋菜嘅 feel，是啊。特別伊是西洋菜是較軟嘅、納嘅，伊唔是伊是較定淡薄嘅。較加రిం淡薄，伊湯鮮冇嚇？啊？伊湯鮮冇？伊無湯鮮咩？伊有伊嘅迄個，咱叫做咧菜膏啦，伊菜膏是雜嘅。無湯鮮咩？哦，我就是個食咯，我始終食。伊是安怎煮法？我近日食過一種嚟咗，我近日食過一種嘅做法嚟咗。江南這邊咧，我 office 附近啊，有一間伊是做shabu shabu嘅就，迄個shabu shabu裏邊，伊shabu shabu咧嗬，就是專門食米納利嘅shabu shabu嘅就。哦。係啦，伊間店裏邊伊是 unlimited review 嘅就，食到你咬為止就伊米納利。哦。你話真係水喎，這個。伊成白起來呢？可能話，對，我家己本身我 feel 到是我殺過了誒。安尼這菜裏邊啊，這個是我第一上味到等於佢就食嘅咯。啲臭味都可能白掉嘅嗬，阿龍。水加水。我食但是無人白掉嘅，過日真係濟米納利嘅。哎呀，咪講我早前嘅嗬，本叫唔知叫啱嗰時錯，寫瓜嗬，個節瓜啦，個水瓜啦，แล้ว個勝瓜啦，แล้ว個毛瓜啦。呢度冇上，呢度冇上啦。呢冇上嘅嗬，你去白哦。你看啲係咪嘅？我食係人呢。得住你，是啊。是馬路看咧，馬路突突點嘅嘅咯，突突點嘅。啊，你關你係。伊就是一熱一掂就幾好玩。哇！呢一間嘅shabu shabu好食咯。我記名shabu shabu唔是為咗伊湯嘅啫，我是為咗食伊米納利嘅。
哦，呢件事就冇喺裏面啊。呢就冇芹菜味啦。呢是芹菜味所。誒，咱講到，咱講菜 family 是蛋鵝咧，咱講是嗰隻蛋鵝。蛋鵝 OK 啦。我suka。咩是蛋鵝？蛋鵝攞裝嘅嘛？按照 spell 一下蛋鵝，茼蒿。蛋鵝。嗱，蛋鵝。蛋鵝加香。茼蒿。蛋鵝是福建人嘅菜嚟嘛？我最近才見食呢，我去就找到一個hot pot 嘅 restaurant 啊。伊拉有蛋鵝啊，介俗呢，我叫介濟呢，兩項物件咧，嚇，了一隻老類就是我食蛋鵝加蚵。你知唔知喂？蚵真好食，你喺度啲咧，伊個湯嚟啊！嗬，你係肯定是你學起來啊！我教我又冇嘅朋友食，我講你看到伊個 corner solid 伊個 right 伊個 angular 時，就是我未食過。你看到伊淡薄 rounded corner 咧時就食啊，了食咧食就是生生了，個素的伊個咧湯嘅味，了個配蛋鵝食咯。蛋鵝食，即個 hot pot 真好食。特別好，多數冇俾。就是咯，幫人啲啊！我甲想起講，咱個別項食法咯，食蛋鵝，我想袂起，我可能是食螺是我甲食蛋鵝咧，蛋鵝個別項煮法咯。而家嚟炒，我唔係炒，即係佢哋炒蛋鵝嘅。哦，好啦，佢炒了嗎？啊，清炒。炒咖喱啊！哦，嗱，即湯嘅，好了。哦，煮湯乜嘢喎 ？OK 啦。蛋鵝是妹人食濟咯 ，because 伊是啲妹煎得濟蛋鵝嘅。哦。你真係蛋鵝係咪嚟？係咪嚟？蛋鵝是菊花嘅葉。哦，袂怪我 search 是講 chrysanthemum。哦 ，chrysanthemum garland。伊是伊嘅菜，伊嘅葉。哦，花喎嗱，伊花神呢？哦，我講唔知，所以那是咱嘅 garden 有 chrysanthemum。別使無相嘅頂，忘記食。唔知嘢，因為講緊乜嘢？把伊 shape 差唔多相咯，你看伊 shape。伊嘅 shape 嘅葉差唔多相。伊葉嘅 shape，sorry，shape 嘅葉。阿什垃圾你去買，都係你電掉買。我特去迄個店買是我特別買兩包 ，because 一包是食一頓呢。我真係suka食，我suka食菜，我suka食菜。來講咩菜個？跟住咩菜？我真係 suka 食莧菜。莧菜是白洋菜啊，白洋菜啊。白洋。kangkong is nice。kangkong 好。哦 ，spinach 啦 ，spinach。特別好，actually spinach 嘅莧菜啊，成日冇咩相嘅。我面就我在對咯，slightly 冇相。我到啲馬來西亞食嘅莧菜啊，加美國食 spinach 冇相嘅嚟就。冇相。係啦，because 莧菜應該是叫做 Chinese spinach，意思 spinach 特別意思叫做 Chinese spinach 嘅係。哦，Chinese spinach，嚟講咯，按照煮，我炒咖喱。炒咯嚇，炒 with garlic 就係隻咖喱嘅，伊炒咖喱咧，伊夾啊硬嘅。哦，嗱你看。哦，係你是硬嘅莧菜。哦，嚟莧。伊硬白硬嘅時候。哦，嗱，這裡嚇。這裡。對，我只就係這裡咯。喂，媽就係呢啲好我知。咱若是YouTube 嘅人會去看，唔是。podcast 人要去看 YouTube 咧，人會使去 YouTube。I mean 邊啲學嘅大家默嘢去看 YouTube 嘅。你到啲 clubhouse 我對人幫我諗看。呢是 spinach 嚟咯，特別呢是 Chinese spinach。Chinese spinach，即係嚇，即係是唔是像啊白洋菜？白洋菜是唔是即？是個冇像。我唔曉吧？對，我知道是白洋。白洋冇味。特別冇成日冇咩像哈，白洋菜嗰成日冇咩像嘅，白洋菜一成淡薄，你只係你只對伊 fiber 淡薄棒嘅呢。你試喎，正式就 Chinese spinach bracket 白洋咋？哦，我係叫白洋。冇像喎，伊白洋是斜斜喎，伊冇就乜撚看到是硬嘅咧就，
冇喎。冇。那因為你看伊血我冇想 slightly 冇想。要哪種 color？伊寫條成 Chinese red spinach。哦。想講你阿咪講啊，你番薯血嘛是安尼，有你番薯血對，番薯血對，bayam or Chinese spinach 對，上面嘅。Actually 你講到 bayam 番薯血嚇，我就是有一項我真驚食就是 bayam 菜加番薯血，煮嘅是用迄個辣媽，你是用嘢，伊是煮上啊，你嘅咧。三拜啊！嗬，對面啊，是都係 happy 嘅三拜，對面啊係聖誕落去嘅，攏知哦。你煮白鹹菜，馬薩拉麥嚇對，馬薩拉麥，馬薩拉麥，對。我真驚食咧，我食咧嗬，我會使，你有不辣讚嘅我記，你使我特別叫我姨煮啊嗬，我是夾嚟啉成個湯嘅呢。成個 soup 嚟啉伊個聖誕，好食咯！佢我試過食佢哋本 watercress 是咪西洋菜。西洋菜呀！誒啦，我叫我咩叫西洋菜？因為西洋菜是講好話那叫西洋菜。西洋菜嚇，就西洋菜，西洋菜湯嘛。我食老嘅時啊，我古早我試過食貝靈嘅，特別我唔知貝靈阿嬤叫咩 ？Fly Dragon 是唔是叫 Fly Dragon？ 我唔知阿嬤叫咩，我覺得就叫貝靈嘅啊。貝靈菜係咩啊？哦，你咪隨便對，我都唔知阿嬤字嚇。嚇，我唔知叫咩喎，我覺得就係貝靈嘅喎。你好似白鷺冇食黑哦啊嚇菠菜唔是貝靈是菠菜嚟，人馬來西亞嘅菠菜啦，唔是阿嬤嘅菠菜啊。對，係咪菠菜係咪？係咪菠菜？哦，佢冇聲，你咩冇聲？貝靈嘅裝下裝嘅除掉阿嬤話貝靈。BUAYLENG 嘅字。一出來，特別我唔知字啦。BUAY and then LENG。哦，貝靈。哦，我想看看，伊較尖的冇。伊想個 Chinese spinach， 伊叫 Chinese spinach。Maybe 你除 Chinese spinach。Yeah, it's boiling a spinach。行是 Chinese spinach。了白鷺我們暑假另外一種。我們在阿嬤叫咩？伊當人名叫青龍菜，所以我唔知阿嬤叫咩。แล้ว我阿妹話，即叫咩菜啊？Green Dragon。阿嬤是叫 Green Dragon 叫，哦，嚇，我古早捌 Google 過，我唔捌食過，我聽我試。啊，對，青龍 Green Dragon vegetable。哦，你講對，伊講我 literally translate， 我講。我今日仔喜歡叫我唔係一家子係。哦，是原來炒個豆嘅，你睇下。嚇，調炒豆嘅炒我正寫就你邪靈菜啦，你講佢哋青龍啦，邪靈菜是一種嘅菇菜嚟。哦，啊，一看呢係菇菜呢，上界定嘅。And then 呢，嗬，馬來西亞嘅 Cameron Highland 真得謝。我讀咧，我唔知啦，我讀出嚟嘅正。哦，嗱，一參咗係係韭菜王。菇菜，入邊講邪靈菜是菇菜裏邊第貴嘅一種，第關鍵嘅一種嘅。哦。Malaysia 有 fiddle head 喎。fiddle head 係咩嚟 ？fiddle head 就是佢哋分咋，你就係佢哋分。哦，白菇啊！你個2年以前。白菇炒又好，又係炒隻。紅椒炒10米不辣醬。要好食白菇啊！我哋嘅白菇。我唔敢食啊！佢講。係咪真好食嘛？芝咧。我唔敢食咯。得咯，細有白菇啊！係你叫咩啊？細有白菇白基分啦分。呀分，好食，真正好食。白菇。我有時間食過隻，有時咩隻貴嘅就。asparagus 我經常食嗰啲係。哦 ，asparagus 有放椒有隻炒誒。放椒，但係青呢，白無。啊，白。哦，白冇炒啊。白無呢當嘅味誒。所白嗬，伊有到荷蘭邊嗬，伊有
有福建話就講季節 season 誒，所以伊敢若一站嘅時間是有凍啦。嚇有凍誒，因為伊舊家咧凍嘅時候是茶水因為白袂燒嘅咋，所以就說你到 supermarket 都看到白是倒喺啲罐頭啦裡面嘛，所以是青嘅嚇，伊袂燒嘅，伊食咩就變歹啊。Because 伊是咪白色上種我看人知嘅白色嘅即人叫羅筍啊叫嚇。羅筍伊白嘅嚇，伊是伊 deprive it from sunlight， 所以被 electrolysis 叫咩啊 ？photosynthesis。你咪講albino 嘅albino。嚇，特別是掉啲咪可以拍熱掉啊嚇，伊咪冇 photosynthesis 嘅 process 咯，你一變做白顯嚇咯。即邊嘅咧，伊人發乜是講青啊未出來是啥？其實講青是啲，佢伊人在 asparagus 是啲刷嘛，所以青是出啲刷出來啊。แล้วน่ะสิรู้ไอ้ใจแปะรู้ตัวไปแหกกะเจสวะรู้ไปอ๋ออีสวะthat's why อ๋อแปะกะกุย但係大條咯，大條啦，老實講，呢部隻頭咯。tapi texture 冇相咋，伊 texture 咁軟嘅，你個冇 fiber。哦，冇茶咧，嚇，冇 asparagus 就茶，你食你出流嘅嗬，出絲嘅啦。嚇，所以 actually 你看到，你看伊個骹是種大，你就問別啊，你夾你吹歪。我看到佢介紹應該咯，伊個 asparagus 係啦，伊炒你蒜頭 asparagus，我同你講，喺一半嘅，你學我一半半嘅，我就搞咗。誒，我是嗰隻 asparagus 炒三擺。三擺咯，炒三擺咯，你去食就炒嘅時啊。你往時嗬，呢個白油泡嘅，炒三擺係白油泡只隻啊，炒 asparagus 好了。特別伊 asparagus 啊，伊長伊大長啊，是真水嘅，咗伊毛毛。嚇，對，伊成個係你叫咩嚇？伊成個叫你丟啊呢，成個丟嘅。我真水嘅，伊放真水嘅毛毛嘅了，看都計爽呢。對。台灣有 asparagus juice 㗎。哦喲 ，asparagus juice 啊，台灣有。asparagus juice 幫助差別。嗰啲有嗰啲鹽水嘅 ice cream 嘅時候。嗰啲嗰啲 ice cream， 我唔食過咧，我看佢有一間店。我嗱時我加食本來，我捌食過是到底我有一間 chocolate 店啦，伊是賣 chocolate 店，特別有賣 ice cream 本嚟，伊是專門伊是做嗰啲較奇怪，那麼特別嘅 flavour 啦。咧伊是有cilantro 是萬歲嚇 ，cilantro 就是點樣都講嗰啲叫菜啊 ，cilantro cucumber 加jalapeno 嘅 flavour， 但係 lime 是伊嘅 base， 所以成個 coriander 是上面嘢啦。嚇對，伊是 lime 嘅 base， 所以成個 lime 嘅 ice cream， 所以伊唔是 creamy 啦，伊是成個你叫咩？成個另外一種唔是 creamy 叫咩？唔是 gelato， sorbet 嚇，伊係 sorbet， 所以特別 sorbet 是伊 base 是 lime cucumber 加 cilantro， 那個淡薄會很焦，好食哦！伊隻開鼻成個隻鹹水甜啊，可能會味素。我咪就係食。食咩？我食 cilantro ice cream 啊！誒，食都係 report 行聽，你會知是，還是 clubhouse 自己嚟報告行啫。OK， 等陣個有人會講哦，無講掉嘅，講到嗰隻菜是嗰隻你擺咧，可能講就機會。我suka broccoli 茶鹹糊多滴聲。我知啊，我知得一間店。我講。講。冇，伊人無賣咋，伊人家己有鹹糊茶嘅人呀。你時我看，你時我看，誒，一定有 broccoli， 我講你在做 broccoli 茶鹹糊哦，伊人是 stun 呢，伊嚟嚇，我人唔捌做過呢。哦。你時伊講伊去梅 kitchen。kitchen 嘅啦，梅沙豆都對，係你 waitress。嚇 ？broccoli 啊？有年是 broccoli 炒鹹糊啊，沙豆嘅梅都對，特別出嚟。我拉沙好食本咯。嚇，見到未食芥蘭嘛，就定我先講，所以我講 broccoli 啦，我驚嚟食嘛。哦，嚇，你要係淡薄攞淡薄。有淡薄 sauce 嚇。嚟先叫你啊你。係你白好。
杜巴咧，我第一家食是 Iberico。Spain 呢？嚇了古巴我咧就要食華僑。喲，間好命人好命人，你就叫查某，好命人。華僑係咪無上咧？就係佢哋講咩咧？係咪200咪200係咪？同埋你講Iberico 啦，kilometrico，你講你 kilometrico 係杜巴安怎係為啥？Iberico，伊是 actually 就是澳杜巴。澳杜。伊都是澳誒，伊是澳杜來。然後伊 of course 伊有不少本 grade 嘅嘛，成個華僑很多本 grade 嘅嘛。那個杜真係好名啊，你知哦？因為你是佢哋第 top grade 成個華僑人啊。嚇，巴咁嘛是 pure breed 咧，แล้ว你一人一代地愛一隻杜唔知愛4咧 acre 安尼款，所以伊若是講愛10隻杜咧，佢就買蛋4 acre for 10隻款，แล้ว伊干那食係咧死我實在叫袂出，你知咧 squirrel 咧規隻叫要淘汰係咧乜叫咩啊嚇？Acorn，伊干那只 acorn 爾，所以伊個 farm 我特別栽真啊只 acorn 可以。你看伊個把這想看想說你上地做公頭嘅，你看你看。上地做公頭。你看我睇看這小伊 Iberico 嘅，伊是 Iberico 嘅 ham 啦，就是。哦，你是講 ham 嗬？係你。hamon。hamon Iberico。成啊無像，所以是講伊是 raw 嘅嗬，你是切出來啦。我無甲你講啊，你會感覺講伊像個古巴啊。我看到隻小英當嘅我係掉。因為伊唔是白，伊是硬嘅。哦。然後伊好食是因為伊有真濟 marble 咯，伊成個古巴安尼款咯。你若是講煮咧嗬，你無食過嘅人，真濟人冇講誒，這是古巴，but actually 唔是，伊是杜巴嚟。one thing 是伊真係油咯。即係麵包油你唔會煎嘅咯。嚇，對，麵包油你麵包油，因為伊上油啊，我翁大 KL 做時嗬，樣買賣嗬，係咧小杜囝、小杜吧愛店哦。樣講唔是賣做，伊講做，人normal嘅賣白，上油了，油過。伊攞掉灰，倒灰。你再講啊！伊暫時伊煮嘅時候，伊暫時有野斷來嘛。我唔知道我煮白骨茶，然後我講別，sorry，這上油咯，你看你白骨茶，我就無下油，我白骨茶面頂有一圓嘅油出來個了，因為伊白是真係油嘅。也油係茶茶啊！我覺得阿三亞生啲自辣伊嘅頭頸。我食係我錯，伊哋啲自辣。我就是冇自辣，我係狗嚟自辣，所以我特別自辣，前期個未啦。白白狗食嘅 ，OK。好了 ，OK，Iberico，但係你講個這上面，哦，華僑咱知啦，華僑。伊參加係咧。伊入口即化呀，接喙那就化了。哦，哈，我上個是捌食一道呢咯。Iberico 啊，我捌食過 Iberico，我可能捌食過華僑一道呢。Iberico 是唔是 Malaysia 叫黑松露豬？是唔是？我唔知馬來西亞叫澳杜巴啦。actually 你去嗰邊，你去 restaurant 樣個隻別樣寫當然就是寫黑豬肉，個隻啦。特別真係隻馬來西亞唔是正黑豬肉咯，就是比如黑豬肉嘅價錢特別甲你講黑豬肉咯。伊是哈蒙嘅。is Hamon Serrano or whatever. แล้ว係你อีเบแบบว่าวักยูบาลูอุปุ่น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กับญี่ปุ่นนะ嘛。ญี่ปุ่นเนี่ย叫วักยูอีตัวที่วักยูใน area 是唔是？อี處理。วักยู是係你 breed 叫วักยู。係你估。แล้วตัว region 咧就有 Kobe วักยู。Kobe beef 就是 Kobe วักยู。so by region 就是叫伊個名。但 Australia 話叫咩？Australia 話叫啊咯。Australia 話叫。誒，孟姐，呢個乜嘢啫？
basically 一牙也整去一下边在下边吃咯，哈，对。你哪有食过口碑哦？有啦。我唔捌食过，我是坦白的，我是捌听呢，我唔捌食。有啊，我都捌食過哦。我食過一刀呢，特別本是 cube 呢，就淡薄呢。我知個，我食到的是伊，你有影下入喙啊，แล้ว你煮的時候，我是去迄個，我到底日本的時啦，我去一個燒肉店啊，燒肉店，伊想烤肉店啊，你知道？燒哦，你去 grill 肉食的店啊，然後伊的話叫出來吼，是一半吼，伊啊來啊，伊來煮互你嘅。係呐？你無互你家己煮嘅，你只下你去啊，上幾隻又個老去啊。冇啦。So 伊 actually 伊無上正，伊無無 grade，無上 grade。伊有 A 哈 A1 A5 嘅咯。 So 伊煮慣咧，就是講伊marble 煮濟，伊 marble 煮濟就煮油咯。咱看到這無上嘅 grade。嚇。แล้ว伊就無上咯。แล้ว如果是講煮慣嘅咧，就是你看到伊 marble 嘅款就咁白啦。แล้วอีกโลเกรดอีมาเบอร์เดี๋ยวว่าจะสังกัดเรนดาเนี่ยอีกของสังกัดเรนดาเนี่ยแต่เป็นลูกเบจ่าเสียงเจ๋เป็นลูกจิละอีสังกัดจับบัตเตอร์เนี่ยฮะฮะลูกจับเจ๋ลูกเสียงเป็นอ้าวเจ้า that's why 淡薄呢，咯伊袂 serve 上細本。無ลูกเอเชียลูกเอเชียลูกมาคิดเชียลูก成日講我人去叫 barbecue 我人伊就是賣你100 gram 的嘛，所以當時你來叫一 set， 你一 set 過來你一人啦，第加麼是250 gram 爾，伊袂講互你真啊濟，因為你遮濟啊，你就感覺上就辣了。你250 gram 較濟是伊互你無香的角咯，伊互你 short rib， 伊互你 belly， 了伊互你無香的拍安尼款咯，有 collar 有檔安尼款啊。baru lang Penang這個 Wagyu 真貴嘛，所以真濟 restaurant 用 Angus 啊。哦 ，Angus 無香，Angus 是伊個牛肉味重哦。嚇，你知哦 ，because 你 Wagyu 真貴嘛，แล้ว restaurant 啊，成日你 fine dine 啊，咪貴嘅啊，伊拉愛隨卡。有名你看啦，牛排咧係，人就用 Angus 咯。你講 Angus 一落嚟就有了嘛。是啊，一落嚟就有了。我唔是叫做 Agnes 咩 ？Agnes 係個。然啊，你知哦，你知啊。你知成日講 bloggers 啊，較後生啊，伊人就真正，唔係講是。38啊是38啦，所以人會寫㗎，我用嘅是係咪 Australia Angus beef 啊咪貴啊，然後我就想 Angus 咪就係普通嘅物件了，咪係啦，就 normal 了。是咯，I mean，是 Angus 又唔是唔是？咁樣 I think 特登我看 Canadian 啊，是哦，係啊。家姐如果是講去 steakhouse 嘅話是 Angus 啦，แล้วบาลูมาจากเจโร่ dry age ล่ะแล้วอีสิ glass feed ล่ะอันนี้款叮叮當當嘅物件啦。如果是講去食 steakhouse 一地 high end 咧，家姐就是 Angus beef 嘅，แล้วก็講過落嚟，แล้ว whether อีสิแล้ว地形是บาลู I think 邊頂無咪濟，我看無濟，但係大 KL 真濟年啊，就是興。dry age 咯，แล้ว人來教就叫一個 tomahawk，แล้ว就4個人食。tomahawk 係咩？食 tomahawk 係夾巴啊，哈，意思 tomahawk 係是 Red India 嘅夾巴 ，Red India 夾巴，所以牛肉是卡上加你 tomahawk 嘅上加你夾巴係 Red India 夾巴。哦，係一隻肉，一隻骨嚇。唔是，伊是會骨嘅啦。聽講，伊骨等等咧。你知 prime rib 冇？OK， 所以 tomahawk 就是 prime rib with 下嚟骨。如果是隻 prime rib 咧，就是 tomahawk 阿爹啲地方。咱叫做咩？咱叫做無像啊，美國叫做round 啊，冇啦 prime rib 冇隻骨吧。
就是 prime rib 啦，你 prime rib 無骨呀嘛？美國無人叫 tomahawk 嘅，嗰隻一定是叫 prime rib 嘅。如果是 with 下 Prime rib 你 with the 骨 bone 骨咧，我就叫 tomahawk。哦，Costco 俾食 tomahawk。แล้ว如果是講你去 Spain 嘅話咧，人就叫朱麗頓。OK， 我吹 tomahawk beef。哦，伊是安尼看，伊是 prime rib 啊。係，伊 actually 是，伊是 prime rib with 迄個大支嘅骨呢。骨，啊，你記即係吉就叫做，輕啊，你吉就叫做 tomahawk 啦。tomahawk。嚇，with 下你骨學路啦，伊 with 下你骨學路就是 tomahawk 咯。伊是無下你骨咧。你是 prime rib 還是 tenderloin？即係 prime rib 啊，還是 tenderloin？ prime rib 係。哦，我點我想到嘅什麼人講係你是 tenderloin 尋 yes prime。冇 prime rib is a different cut from tenderloin。我知是個另外一個我想到一個是叫係咪？到底 steakhouse 是尋 porter 係咪 ？porter house 啊 porter house steak 呀，我想到伊是尋 porter house 是做了 short loin 甲 T-bone 嘅位嘅，你就叫 porter house。แล้ว tenderloin 是ตัวกัดจับเป็นกัด OK， so tenderloin 參加另外一地，迄個另外把，你叫做咩啊 ？sirloin， 哈，對，你叫做咩㗎？參骨誒 ，tenderloin sirloin。rib eye 啊，冇 rib eye 是頭前甲頭前邊嘛？是唔是 filet mignon？伊是參 filet mignon 啦，哦 cowboy steak。哦，唔捌聽過，cowboy steak。我未曉，唔捌聽過。伊是參，伊是啲骨裏面嗬，伊有 tenderloin 參 rib eye 條嘅。哦 ，OK， 我看到，正啊 T-bone porterhouse，即係叫咩？哎呦，即係咩 ？New York strip tenderloin，哦 rib， 冇個冇講，伊只吉。伊是參咧，同伊是伊個 tenderloin 參掉就掉咯。你唔是叫 T-bone，你叫咩 ？porterhouse 啊，是唔是叫 porterhouse？ 我未曉你講嘅你。我曉啊，當然。是啊，誒，我Wagyu嘅 story。啊，嚟講。阿家12整到檳榔嘅位啊，你在 Jones Road 咯，或者咖啡店咯。啊，你咖啡店裏面有一間 Western food，OK？ 啊，你 Western food 係成大啦嚇。啊，你 uncle 你唔知拜2啊拜3咧，嗬，伊特掉背接嚟 from 日本Wagyu 嘅咋。哦哇，隻股啦。隻股啊，伊冇做啊，特別伊Wagyu。伊做成個 Western food style 咯，你知啦，咱我成個 chicken chop 哈 black pepper steak 嘅呢 course 咯，你要have French fries 嘅呢，伊 presentation 是 local 啦哈，特別一樣做注意吧。Wagyu 先呀，I mean 伊是煎的可能啦，做成 steak 啦，哇，介好食啊，介好食，88塊嚟食半件，嗰隻多啲 ，it was so good。哇 ！It's so random 咯，就係咧本地人嘅呢個 import 嘅話叫出嚟 ，it's so strange，但好食。我想問阿龍哦，係咪分別Wagyu加Hanoi？唔係講一個家，我就一個是 Korea， 一個是。伊都冇想做法嗎？伊是Hanoi咪是 Korea 嘅股嘅咯。特別伊是冇想 breed 啦，冇想整呀。係嘛？係啊，Wagyu是日本嘅股，Hanoi是Korean嘅股啦。啊，對，Wagyu是較關鍵、較貴嘅，比Hanoi貴價濟。哦，你檳榔嘅咧，到啲冰花草整嘅股上面 breed。冰花菇啦，你是我人叫讀車未巴士股。嚇，花車紅花車好時咧，股就貴價咯，一種嘅股。韓國人真係 proud of 呀Hanoi嘅啫噃，伊講Hanoi is the best meat ever, better than Wagyu。我唔知。冇啦，有人甲你講 better than Wagyu咩？我冇相信咯，有嘅，真有人。伊甲我講我因韓國人真係 proud 呀Hanoi，伊講 because 因冇 export 出去嘅，真正厲害。對 ，proud of Hanoi 是對嘅，because 伊是真好食嘅物件。特別
講 better than 華僑，我冇相信咯。老實講 ，because 我自己冇 feel 到 ，because 我冇食過真正華僑啦。特別我食落嚟本身，華僑是真有 premium 嘅牛嚟，韓國未介比啦。特別有真貴、真好食嘅韓國嘅店門啊，有人只有400貴。伊後面冇上呢邊嘅平常時讀吧？阿姑吧？一隻女嘅真好食嘅。哦，女嘅。OK， 小蛋。感謝各位聽眾咧，講隻牛，講隻啊不，隻肉，隻菜咧，我認是隻隻物嘅邊咧，我見人就隻講嘅啦。感謝這禮拜啦，講緊正聲啊！禮拜啦，我哋嚟收聽新嘅話題，感謝大家，禮拜再見，拜拜。到底 YouTube 下邊嘅人咧，定這禮拜冇看到 episode，到這邊要訂啦，這邊訂看訂聽 subscribe 啦，以及 like video share 下人嘅大家啦，個一人對 TikTok，去對我 TikTok 邊咧學見出。